想體驗唔一樣嘅馬來西亞美食之旅。趣味假期 CEO 系列帶你去怡保、吉隆坡食盡所有異國珍味。第一日落機，先去入住5星級酒店 The Banyaran Hot Springs Retreat。呢度唔止係休憩之所，更加係療癒天堂。之後再去怡保人氣餐廳怡保布仙民眾酒家享用晚餐，以古早味實在嘅家常菜同海鮮聞名，係體驗怡保傳統風味嘅好去處。第二日可以去參加城市導覽，走進易奶巷，彷彿踏入一幅生動嘅歷史畫卷，仲有撲鼻而嚟嘅街頭小食香氣。夜晚再去 CNN 評選世界5大特色餐廳 Jeff Cellar 洞穴餐廳，想象一下係2.6億年歷史嘅石灰岩洞穴內，享用精緻嘅料理，配搭優質酒單同創意甜品，一定浪漫到爆。第三日去 Hoga 無邊沉香園。喺呢度可以品嘗沉香茶，享受療癒之樂。午餐去著名芽菜雞威威餐廳，肥美爽口嘅芽菜配搭鮮嫩嘅走地雞，簡直係神仙組合。再搭多碗清湯河，真係回味無窮。之後去沙羅馬行人天橋，370米嘅 LED 燈光天橋，一到夜晚就會變得金光璀璨，好美麗啊！晚餐就去食東潮苑潮州菜，食材使用馬來西亞嘅魚中之王，忘不了。感受馬來西亞食材同潮州菜嘅碰撞，激起味蕾盛宴。再入住5星級酒店 Park Hyatt Kuala Lumpur， 由著名建築事務所 KPF 所設計，係吉隆坡標誌性嘅摩天大樓之一。第4日出發去吉隆坡最新打卡位、美食同生活時尚嘅目的地 Tour 1895 Bukit Bintang， 觀賞東南亞最高建築麥迪卡118大樓。中午再去品嘗米芝蓮推薦興記肉骨茶，濃郁偏重嘅醬汁完全滲入肉質中，鹹香大辣，風味集中。之後再去國家級地標國油雙峰塔，88層嘅雙子塔，登上觀景台，俯瞰繁華都市，感受未來同傳統嘅完美交融。晚餐就去獲得2024世界頂級美食大獎嘅 Andaman Seafood Village， 品嘗由獲獎廚師主理，融合泰、中、日式等東南亞風味嘅海鮮盛宴體驗。最後一日就去吉隆坡必訪嘅文化遺產地標 Pasar Seni 中央市場，呢度匯聚咗馬來西亞3大民族嘅傳統手工藝精華，探索多元攤位，感受馬來西亞嘅多元魅力。午餐就去食由知名港星廖偉雄所開嘅星廚私宴，呢度嘅菜式注重風味獨特，私房菜風格，融合粵菜同中式元素，仲可以品嘗到海中極品蘇眉魚。下晝再搭豪華客機飛返香港。趣味假期 CEO 系列馬來西亞美選休閒遊，2026年7月26號出發。CEO 優惠禮遇，曾經報名參加 CEO 系列可獲減500蚊優惠，一齊去食盡馬來西亞嘅所有美食啦！